很多特效呢，也是很用心在经营。2016年才有大陆版的抖音，2017年国际版的抖音，叫做 TikTok 是2017年才有的，现在2022年才进入第5年了，可能好几亿的人都在用啊，但是也有一些争议耶。然后那个占用的手机记忆体很多呢，像我的已经到达8点多 G 了，也是经营2年多了嘛，从15秒的影片，然后到可以传3分钟的，现在传5分钟的，传3分钟的影片的时期，粉丝达到3000多，有某一天晚上发现可以直播了。那所以可以有网址连接到 YouTube 频道呢。但是那个常常在使用抖音观看呢、上传呢，记忆体占用的内部空间已经高达8点多 G 呢。以前那个LINE通讯软体，常常在网络上上课或者是读经也是记忆体好像也很大，好几 G 然后要把它删除移除，过程说可以把对话的资讯对话的资料都暂存在云端硬碟呢，等重新下载安装过程可以恢复了。那抖音的不知道有没有这样设计啊？就是说已经这个关注的人数已经达到上限1万了，然后粉丝也已经4000多了，4000多人了，按赞的数已经快1万哦。所以也不能贸然把它移除掉呢，重新经营要花很多时间呢。有没有出现一个旗子呢？注意看，怎么会出现这个旗子呢？按下去啊！从我的最爱移除，再按进，再按加入我的最爱。原来是这样的你加入最爱，然后可以利用这个试用此特效呢。可以试用此特效呢，按进去就可以拍影片了，然后有这种特效呢。